嘿，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的网络好厝边，大家晚安。现在算晚安吗？现在傍晚6点，有人准备好猫猫卡爱鸟米沟猪已经准备好，一边看厕所一边配饭了。如果是吃晚餐的话，现在应该可以算晚安吧。嗨，头六个家安安欢迎，晚安，欢迎你来。准备好了吗，孩子们？太小声喽！安安，哎，阿峰，安安，安安，猫猫可爱，这是怎样？浴室 KTV 哦，没有准备 KTV 的环节啦。不过今天想说，今天主题是要来开箱大家的厕所，我们来个沉浸感啊、我们要有沉浸感，所以就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浴室风格的直播怎么样？喜不喜欢？不错吧？准备好啊，好，恭喜准备好啊！对，但我没有要唱整首歌。好，那我们今天好像废话讲太多了，我们可以开始来鉴赏大家的厕所了。会不会太快啊？我想一下，有什么前言要讲吗？这有需要讲什么前言吗？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看到蛮多 VTuber 朋友们都喜欢开那种鉴赏台，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生活长什么样子。对啊，我想说特别一点嘛，我觉得厕所是个不错的主题。对，那其实呢，我就这次收集到大家的投稿，有稍微偷看一下，觉得这真的还蛮有趣的，就是有机会，因为当 VTuber 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多是我分享自己的事情给大家看，但是就是偶尔做这种有机会让大家分享你们的生活给我看的这种企划，其实也还蛮有趣的，所以以后应该会多做一点啦，以后应该会多做一点。对，我已经准备好更多奇奇怪怪、怪奇奇的鉴赏主题了，所以对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那你知别人塞卡总是上好看，塞卡不是私房钱吗？敢若看无够，你还甲规碗螃蟹摕去开，唔才有爽。没，不鼓励，随便讲。0287，既然 LINE 超人在了，是不是？死线超人数掉了，没关系。那个鉴赏系列我已经决定之后还会继续开了，所以不用太紧张，你不必太紧张。对，我知道要准时交有点难，所以我想之后的这种鉴赏类的，可能我收集的那个期间我也稍微拉长一点好了，这样可能大家比较方便。对，那反正今天鉴赏完大家的厕所之后，也会偷宣布一下下次鉴赏的主题，大家可以小期待一下。好，那么我们就来进入今天最重要的环节，来看大家的厕所。好，大家期待吗？紧张吗？刺激吗？我们这个非常适合配饭的节目也要来开始啦。要谈到没错，对，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也好一阵子了，对，好像在我还蛮小的时候就有听过。你爸爸妈妈听的歌没有？我没有小时候听过，我讲错了，我是说那个小时候听爸爸妈妈讲过，是的，所以对，好，差点又被钓，也没有人钓我，差点又自爆。好，那我们还是不要再讲这么多容易自爆年纪的话题，我们还是赶快进入我们最安全、最下饭、最令人心生向往的主题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厕所长怎样。什么微大，什么物件微大？0287晚安，刚刚不是有跟你打过招呼？嗨，你好，晚安，大家晚安。那你这里台语的期待，好，多谢你的补充。你是讲伫道材顶面的迄条是吧？原来是安尼。我真正袂晓讲。多谢补充，学到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的厕所吧。对，那这个好像顺序好美的鉴赏，对我非常期待，我现在超级期待来看大家的厕所长怎样。对，我也不知道我可以评价出什么东西，我简直是厕所鉴赏家。礼物晚安，欢迎你来。阿健安欢迎你来，晚安，欢迎。好的，那
我们这叫什么？我们这个顺序其实没有照投稿顺序，对，它好像是照名字的顺序排的。那我想应该没关系，就请大家当做是随机顺序吧。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的厕所。卡米萨卡阿曼欢迎你来。好，为什么说我在紧张啊？又不是，虽然我也有投啦，其实我也有投我的厕所，对，但是应该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很赤裸吗？我是觉得也还好，就是个厕所。有贩售厕所鉴赏节目单吗？太黑心了吧，太黑心了吧！感觉是歌回才可以卖节目单吧？厕所鉴赏，我是搜刮大家的厕所，我是蹭大家的厕所，好像怪怪的。我是靠大家的厕所的节目，还要卖节目单哦，太过分了吧？好，那今天那个非常荣幸，我们先来看看那个3次方大大的厕所长什么样子吧。会不会太小？是不是应该放大一下？等一下，这可以放大吗？可以耶，好棒哦！耶，我们来看看3次方的厕所长什么样吧。还非常贴心的，有伸出一只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这里，请用。感觉这个回音在厕所吗？对啊，我们今天沉浸式开箱，当然是要给大家一个在厕所的感觉，有没有？如果你觉得光是那个回音的效果还不够有厕所的感觉的话，怎么办？我可以冲个水给大家听，好不好？有没有感觉自己仿佛置身在厕所里？尤其是有人还在一边吃晚餐的，有没有？感觉到这整个空间仿佛都充满着芬芳。对，好，是的，在吃饭在那边冲水，对不起。好。那个，我们来认真看一下3次方的厕所吧。有没有臭胖？好啦，马桶很白我很好奇，就是各位在投稿这个厕所鉴赏系列的时候，该不会还特别先把马桶刷过吧？该不会还特别刷给它最完美的状态，然后才让它暴露在大家的眼前？该不会大家对厕所，该不会对那个马桶的形象也非常讲究吧？我是不晓得。对，不过这马桶看起来真的很白大家可以放大仔细看看，找不到任何的污点，没有任何的瑕疵，真的是非常洁白、晶莹剔透的马桶。然后这个卫生纸，哇，这种卫生纸的那种，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卫生纸是用平板式的还是抽取式的，对。反正是 PS 鬼买啦，人那我下去，人家才不会这样，应该不会吧？谁会特别把自己的马桶劈得很干净啊？不是，你要花时间把马桶劈得很干净，你不如花时间把马桶刷干净，不是更好吗？对，好，那总之，对啊，我想到的是那个啦，大家因为蛮多人家里可能都是有这种，就是看起来很明显是可以放平板卫生纸的这个架子嘛，对。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是怎么样，对，然后不过现在我来调查一下好了，我很好奇耶，大家都用哪一种卫生纸？大家厕所是用哪种卫生纸？用哪种卫生纸？首先有最常见的是抽取式的嘛，抽取式卫生纸应该蛮常见，还有平板式应该也是很常会出现在厕所里的，对，不过还有一种是。我不知道，感觉台湾是比较少有啦，可能在公共场所的或是店家的才会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滚筒式的，是叫滚筒吗？滚筒式的卫生纸，对啦，卷筒，对，卷筒，没错，卷筒台湾比较少我也觉得好像比较少，对。不过根据我那个非常非常短，跟没有差不多的那个在欧洲生活过1个月的经验，好像欧洲的住家就是会用卷筒式卫生纸，好像是比台湾常见很多。对，那可能那各个地方也是有不同的特色。你家是卷筒式，好酷哦！但是你没拍到，原来如此。因为我感觉在台湾真的是蛮少听到或是看到有卷筒式卫生纸的，尤其是在家里面。对，虽然我也没有常常去别人家上厕所啦。干不用水洗的选项，你可以留言补充。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大家会直接用水洗，就是放弃卫生纸这个步骤。还是你是用手挖？我也是拿你没办法。那个这一类比较特殊的，可以留言补充。对，怎么可能没有平板式？好，对
对啊，不过我很好奇耶，就是这个平板式的这个架子，这应该算架子吧？一个放卫生纸的平台。我好像有看过有些人会把平板式卫生纸整包拆开来，对啊，整包拆开来之后，再把它整个放进那个平台里面，感觉好像有点最下面那几张可能会不敢用，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不过好像确实有这个用法，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用水洗怎么说？哦，你是说免治马桶那种哦？如果是免治马桶那种用冲的，我可能台语会说用最强，用冲的，用强我家是没那么高级啦，对啊，不过我不晓得，可能有些人是用免治马桶的话，我没有用过用水洗的经验，对，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不过好像确实是用水洗就不一定要浪费，就不一定要使用到卫生纸，对，我是不知道，嘿嘿，对，我们等一下可以看有没有人家里是免治马桶的，哇，现在抽取式占上风感觉抽取式真是蛮常见的。我现在配 iPad 苦本手哦，还是一定矮啊！上厕所一定要带手机吧？怎么可能不带手机啊？然后我还有发现一个蛮特别的是，好像就是他直接把各种清洁剂都放在马桶的旁边呢。这样是不是要洗马桶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可以减低那个开始刷马桶的阻力？对，这样子的话就是感觉可以比较常清洗吗？对，那可能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家的马桶特别白吧？对，我不晓得。对，确实通常会看到马桶旁边有马桶刷，不过我比较少看到直接在旁边放旁边放清洁剂的，我自己是好像没什么看到过。对，那感谢3次方的投稿，大家知道3次方的厕所长什么样子了啊？还有那个垃圾桶，对，垃圾桶也是厕所必备。不过这是什么？第二个。我看到有一个垃圾桶，不过另外这个我不确定是什么这个不知道是垃圾桶还是小板凳吗？有些人洗澡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到小板凳，这我就不确定了。好，手机爱6马桶，iPad 也掉得下去啊，一般马桶的大小 ，iPad 也是掉得下去的吧？好，那我们来看看阿杰刀的马桶，怎么有一个罐头？这是什么？玉米罐头。好啦，我知道这应该是芳香剂，是不是？有一些啊，我想起来了，很久以前我家有用过，就是厕所的芳香剂，然后它应该是从上面拆开之后，它里面长得有点像一个果冻，对不对？然后它应该是接触到空气之后会慢慢挥发掉，就是直接从那个果冻的形态直接变成香气，然后就是蛮适合放在厕所，就是除臭或是芳香的啊。原来如此，哇，好久没有看到这种罐头了。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家很久以前会用这个，我都忘记这件事了。你要罐头是啊，你要别当吃这啦，吃了会翘起，卖好，你要后边吃物件。还有盆栽好赞哦！啊，对，的确有一些人会在厕所里面放一些盆栽嘛，可能也是有这个净化空气的效果嘛，我是不知道。对，确实好像在。不知道，可能去过一些咖啡店，就是里面确实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对，可能空气也会比较清新，或是上厕所的气氛也会比较好。没错，有时候上厕所也是要讲究一下气氛的。哦，这间厕所比较新一点，大概30年的厕所，原来如此。哇，好像如果是更新的厕所，就是如果是10年内的厕所，感觉就越来越少会看到，还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比较狭隘啊，我不知道，就是感觉好像近10年内更新的厕所，就真的很少看到有白色以外的马桶盖嘞，感觉就是这种颜色比较怎么说呢，就不是白色的，比较鲜艳的颜色的马桶盖，感觉就是好像比较老的厕所才比较会有吼，有趣。好像我不知道，越来越少看到，就觉得有点可惜耶。其实会蛮怀念这种彩色马桶的感觉。如果是当然白色有个干净的感觉吧，白色有个干净，给人一个干净的印象。可是就感觉整个厕所如果都白白的，好像也蛮无聊的。虽然上厕所都看手机，其实是不怕无聊啦。然后这个哇，我觉得那个厕所里面啊，那个垃圾桶的位置其实也是蛮有学问的。
对，有些饭店，可能我的经验啦，有些饭店它的那个垃圾桶会摆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然后就变成你擦完之后要丢垃圾的时候非常的不方便，你可能要把自己那个身体弯成一个奇怪的角度才丢得到。对，当然可能因为饭店里面空间比较小，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对，哇，不过我是不是没有截游标啊？啊，等我一下，我开个游标。开个游标给大家哦，好啊，有，我感觉好像比较常看到那个会放垃圾桶的位置，一般好像要么就是放前面，要么就是放这一边，因为通常好像如果马桶在最里面的话，这边都还会有一个空间可以放垃圾桶。对，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看到其他的答案哦，这我就不晓得哦。然后我还发现就是也是用抽取式卫生纸对吗？应该没看错。然后但是一样是这个算是蛮经典的那个放平板式卫生纸的容器。不过这个容器是直接放在水箱的上面，所以这样子如果需要打开水箱，就是如果需要修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搬开，然后才有办法打开水箱。哦，原来如此。但也没办法嘛，如果没有太多平台，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的话，好像也只能这样子。我回去看一下哦。哦，对，像因为好像看到蛮多，它是直接是做固定在墙面上的，就是那个放平板式卫生纸那个容器直接固定在墙面上，好像也蛮多是这样子的，是也蛮方便。不过这个就没办法。多谢支持，感谢赞助，这钱我甲摕去买单咯。哎呦，感谢猫猫卡爱的赞助，我的天！感谢猫猫卡爱赞助了888元，难道是因为我的订阅数终于突破了888吗？哦，感谢赞助，没有想到看个厕所还可以收到赞助，我的天哪！哦，等一下哦，我登一下我的绿界。哎呦，感谢，这是厕所鉴赏节目单的钱，我没有准备节目单，为什么啊？好，下次我不知道你们会想要鉴赏系列有节目单吗？这样我就要把每个人的名字跟那个出现的时间都先写好，然后我就要按表操课，非常准时的在几点几分要看谁家的马桶这样子。好啊。天哪，没有想到厕所鉴赏也可以出节目单呢。好，难道下次我们要找那个吗？特别就是有专门研究，就比如说如果鉴赏主题是厕所，就要找一个厕所学家来讲评，有没有可能？好，我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来找找看有没有这种机会。哇，刚那句听起来好像废话，有机会的话找找看有没有机会。不同间。阿杰的另一间厕所嘛，厕所达人，我应该不用成为厕所达人吧？我应该不会吧？好，我们来看看厕所里有什么。这个40年哦，哇，一个是30年的，一个是40年的，对吗？好，那我们来看看40年的马桶长什么样吧。哦，这就是那个经典的会放在马桶旁边的马桶刷，对。不过这一间的话，可能是角度的关系，我不确定这里是不是。这样好像大家都蛮常把马桶刷放在这里嘛，要刷的时候比较方便。哇，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工作的咖啡厅，也是直接把马桶刷放在马桶旁边。不过是为了避免它直接在地上，有时候很难拿或者是客人可能会把它踢来踢去。就是我们那时候咖啡厅的马桶刷是在墙壁上有钉一个类似就是挂钩，它就是挂钩，然后那个马桶刷背后是有个地方可以直接勾上去的，也是一个方式。谢谢火蛇，让你知道马桶刷放在马桶旁边啊？没有啊，就我只是发现蛮多人会这样做的，我想可能大家很多人也都知道了这回事。哇！这边很多各种东西都集中在一起，看起来这是卫生纸对不对？这是直接卫生纸放在这边用，然后直接牙刷也放这里。哦，原来如此，牙刷跟漱口杯，然后还有我们也是同一个位置的垃圾桶，哇，好，
哎，这是窗帘吧？这是窗帘哦，所以这间厕所开出去是有窗户的，原来如此。懒人做法嘛，不过这种收纳篮确实蛮好用的，对，而且有时候跑去逛那种生活那叫什么五金小商店啊，那叫什么小什么百货啊，或是那种五金量贩店啊，都会出现这种非常好用的收纳盒。对，的确，如果家里面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收纳的东西，可以把它集中成一个长方形，好像就会比较好收吼。这的确也是蛮好用的哦。刚刚这间也有，只是没有拍到，原来如此，还蛮实用的啊。对我自己也是有，哇，好多个，我发现我房间其实蛮多个。然后有时候房间里面的这种收纳盒，我有时候也不会真的很认真分类，反正就是把形状看起来 OK 的都拼进去，把它塞进去。就可以把它收好了，然后就找不到的时候就问别人我到底放到哪里去了。好感谢阿杰投稿的2间各有风情的厕所，对，而且整个瓷砖的配色也蛮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绿色系，仿佛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仿佛火蛇陪伴着你。我的天啊！这间厕所的颜色跟我根本就同色系耶，哇，好棒哦！仿佛有那个可以吃得到薄荷巧克力冰淇淋的清香，哇，原来是火蛇主题厕所，不可能吧？不可能吧？我是有听过什么痛车啦，把你喜欢的推贴在你的车上，痛厕所是第一次听说，可能没有这种周边。火蛇第一个实体周边，没错，就是那个垃圾桶。原来我是垃圾桶吗？好好，没有乱讲。好，那我们来看社畜1号的厕所。哇，这是包含浴室吗？包含浴室的部分也拍进来了。这看起来是那个吗？就是淋浴的空间嘛，有个淋浴的空间把它隔起来，做那个干湿分离是吗？的确有干湿分离是还不错。垃圾桶还好，不是马桶就好。我也是这样想，如果要我出周边出垃圾桶或是盆烫还可以接受，马桶就有一点太过头了。等一下哦，所以是。这边是从厕所以外的空间走进来会看到的 ，OK， 所以这是套房吗？就是这边可能是往外的门，然后这边是就是预测空间，口号上暗蛮欢迎，宝箱垃圾桶嘛，好啦，等那个够大尾了，就是确定成本一定可以回收的时候，再来考虑要不要出这种周边，好不好？一定有机会，只要可以让我变超大尾，就一定有机会。请大家再等一下，好，总之看起来走进来是有一个预测空间，然后会先看到马桶，然后里面是干湿分离的浴室，好，然后这边是洗手台，好干净哦。我说好干净，就是包含整个是蛮白的，该不会也特别刷过吧？社畜1号好像不在哦，他现在可能不在。该不会也是为了投稿厕所鉴赏，还特别把它刷得亮晶晶吧？真的假的？还是平常就非常的爱环境、爱卫生啊？不过这边蛮空的，就通常这个空间好像感觉大家会拿来放，完全没东西，很强。对啊，我也在想，通常这边不是会放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呢？那个叫牙刷，通常不是会放那叫漱口杯跟牙刷吗？对，不过居然都没有，真的是蛮极简的，极简风。对，不知道平常牙刷放哪里？哇，还是为了拍照，所以先把那个牙刷收起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也是有可能。你在一起细佬的感受哦。如果家里是大套厅的话，确实可能有几间会比较不需要哈，就是比较少用的，你就比较不需要放太多东西，也是有可能啦。对，也是有可能。你家那个玻璃平台洗澡洗到一半掉下去，太可怕了吧？这个吗？就是这个会拿来放东西的玻璃平台吗？哇，感觉好危险哦！玻璃有没有破啊？
我确实也有听过有人是那个在用那个洗手台用一用，然后洗手台爆掉的，也是听过蛮多次的，感觉蛮危险的啦。感觉可是就偶尔意外就会发生哦，我是不知道怎么防止。刚好接到哦，好强好强哦，还好刚好有接到，不然感觉蛮危险。用太强的清洁剂会这样子哦，原来如此。所以可能是太强的清洁剂把它那个粘在一起的地方腐蚀掉，还是怎么样吗？不过也刚好接到哦，还好你们好强哦，你们反应很快哎，你们反应很快还接得到。等一下，我想一下等一下看我家厕所也会讲到一个蛮常会掉下来的东西，但是没那么危险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然后这是那个嘛，传说中的我想一下，这样虽然是有一点贴标签啦，但是没什么恶意，就是反正我是台湾人，我可以讲，就是台湾人好像普遍不喜欢把这些膜之类的东西撕掉，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如果是像镜子上面会有这个使用说明啊、清洁说明啊，会贴一张透明的这个。然后或是这个我不确定是什么，但看起来也是贴纸类的，对，那或者是什么遥控器的那个显示的部分上面会有那个透明的膜，对，好像有听说就是有一些欧美人就是对台湾人的这个习惯会感到蛮惊讶的，对，我觉得这个文化差异啦，对，我就是标准台湾人，我是打死不撕的，对，我想可能蛮多人也类似会有这样子的习惯，真的耶，大家都有接到，真是太好了。如果没接到，感觉好危险哦。就是尤其如果你是在里面洗澡，然后你一出来就要面对那个地上有一些玻璃碎片，而且如果是有水珠跟玻璃碎片，你可能有点不容易分清楚。而且你洗澡又一定是光脚不一定啦，有些人会穿拖鞋，不过可能蛮常是光脚，这种情况感觉就蛮危险的。所以真的是还好有接到，幸好幸好，对吧？你也不撕，感觉蛮多人都不撕的。对，我有观察到。对，我还可以注解哦，真的假的？好，我有观察到，对，蛮多人会有这个习惯是不撕。经典。马桶刷嘞？好，首先洁白非常干净的马桶，真的是非常干净。然后，对耶，每个人的那个马桶的冲水按钮位置也不一样嘛。对，如果是有一种是长在这边的，如果是长在这边按下去的就这边就可以放东西。对，不过如果是这种一颗长在这的话，那确实就上面可能就很难堆东西了吼，很难堆东西。了解以后都请牵头啊洗身躯，没有啦，就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像我觉得穿拖鞋洗澡会感觉就是如果你的拖鞋跟你的脚掌之间有水的话，就会感觉有点不舒服，就有点会有那种会发出那种类似指甲刮黑板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会有点叽呱叽呱那种声音，我有点不喜欢，对，所以我也是不太会穿拖鞋洗澡的，对，不是讲这个干嘛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对，穿拖鞋不舒服哈，还是不适合？对啊，就是。但我知道有少部分人会这样做，对，不舒服，对，但我也是觉得不舒服，然后就是大理石瓷砖，然后这边有那个啦，通马桶的有一个通马桶的这一根，但是你的马桶刷嘞，难道是拿在手上吗？难道是刚刷完马桶，把它刷得非常洁白光亮，然后右手拿手机拍照，然后左手拿着马桶刷，是这样子吗？我来看一下有没有马桶刷可以拿在手上。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找一下。脱衣的没有，好可惜，早知道先准备。好早知道先准备一个通马桶的，然后插在头上，看起来就很像你们爸爸妈妈可能会知道的经典角色我是不知道啦，好，我们来看下一张。他连洗澡的空间也顺便介绍了，非常的乐于分享。不过这里这个追康拍得很清楚这个追康，这看起来很像是要用螺丝起子插进那个方形的这个小洞里面，才能把它敲开起来的那种追康
不过这个好像如果我理解对的话，感觉这个里面是就是还会再有一层滤网，就是它是不止一层的过滤的啊。感觉这种好像阻挡那个，因为洗头发一定会有，就是不是洗头发，洗澡一定会有头发之类的会卡在这里嘛，所以确实好像就是有这种过滤比较多层，感觉也清洁上或是就是比较可以防止它堵住，好像还不错哦。有看到影片说通马桶应该是类似吹球的形状才是对的，要把空气灌到管道内。吹球的形状什么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圆弧的部分会把它空气挤进去嘛，对，然后把空气挤进去就可以疏通它。对，我今天没有准备马桶的侧面解剖图，所以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细节。对，剑兔是什么？我怎么没听过？剑兔是什么啊？跟那个马桶跟通马桶的那一根有什么关系？我怎么不知道？对啊，这真的好干净哦！我合理怀疑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它是先洗过、特别清洁过之后才拍的，有没有可能？对，洗头发会有卡很多发菜，对啊，都会吧。像我身为一个长发男，肯定是会掉一些发菜的。对，就确实是会堵住，要定期把它清洁啊。圆弧很容易漏气，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有看过圆弧的，那我是见识短浅，没有看过其他像什么气球的形状吗？吹球的形状，这我不知道，这我没看过，好酷哦。然后这一条那个瓷砖的装饰还蛮有一个美感的哦，看起来有个高级感，就是完全可以想象它可以不用有这个瓷砖，它就会整面是白白的，但是就比较无聊。啊，有了这条蓝色的瓷砖，哇，感觉就好像在什么度假村啊，还是什么饭店，然后突然有一个质感，对，对，就是这样。哇，感谢社畜1号的投稿，直接投了5张，非常精细的跟大家介绍他的厕所，对，以及那个浴室空间，对。虽然我们今天原本那个投稿主题是厕所的部分，不过对。那个顺便介绍那个洗澡空间也是蛮不错的，因为毕竟很长，就确实是同一个空间，对，而且还有干湿分离，蛮赞的，对。找不到影片可能记错，那我不知道，有机会我们再来，我们可以到 DC 再。如果你们想要在 DC 特别设一个讨论厕所或讨论马桶或讨论水电的空间，你们可以跟我说，应该是暂时没有这个需要啦，但是真的有需要也是可以跟我说，好，再来这个是匿名的，这是匿名的厕所，对，这个很红哎，这个感觉很稍微更古早一点哎，水电区可以啊，你们有需要的话，感觉蛮多人学台语的时候，就是因为水电有蛮多就是一些专业术语的，所以。感觉水电类如果特别拉一个空间也 OK， 如果你们有人特别对这个有兴趣的话，灶卡昂，对啊，这个红色感觉也是有蛮可能会出现在一些也是比较古早但经典款的灶卡，感觉也有可能会用这种颜色的瓷砖哦，哇，蛮喜欢的，因为比较现代的厕所就通常很多都会做就是整个白色的，对，然后看多了就会觉得有点千篇一律。对，但是像我如果回阿嬷家的时候，就是会看到那个厕所里面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啊，比较缤纷一点，就会觉得这个还蛮有一个那个台湾传统的那个古早味的，会觉得还不错。对，如果可以要求很多的话，如果以后自己有新的地方要住，如果可以有彩色厕所来一个那叫什么复古风，故意来复古风一下，说不定也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洗澡空间，这边有浴缸感觉现在蛮多比较新的住家不一定有浴缸毕竟所谓这个寸土寸金就是那个好像房子跟地呀都蛮会长的，所以好像不一定有空间可以做浴缸，而且可能有时候也不一定需要就是。现代人太忙了，好像也没什么时间可以躺下来慢慢泡澡，所以浴缸就不一定要有。对，像我自己也是没有浴缸。对，不过这个浴缸很不错它旁边还有这个把手，就如果是长辈要起来的时候，因为浴缸很可能就是
下面会滑嘛，然后你需要跨出来，又要跨一个很大的幅度，所以确实是会稍微危险一点，所以就可以，就这边有这个把手，感觉是蛮贴心的设计。对，的确对长辈或者是那个脚没办法很轻易的举很高的人来说，确实比较安全，比较方便一点。对啊，这浴缸真的很旧吼，很像阿嬷家会出现的。而且是整个瓷砖的配色也是比较经典款才会出现的。哇，这个挂毛巾的这一根甚至看起来是金色耶，看起来也是因为比较新的可能都做银色哈。对，这个感觉也蛮赞的。啊，这样子吗？浴缸是洗猫咪用的吗？真的假的？哇，关于洗猫咪的部分，等一下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好，没有，我没有用马桶洗猫咪，不是这个意思。对，哇，这连马桶都是红的哎，它整个厕所是走一个红色系整间是红色，包含那个墙面红色，浴缸应该四舍五入算红色吧，就是比较深，然后彩度比较低怎么讲？白话怎么讲？就是比较不鲜艳的红色，对，比较不鲜艳的红色。不过这整个马桶跟这个包含水箱、跟马桶盖、跟整个地板跟墙面都是同一个红哎，超统一的，好酷哦，好酷哦！哇咦，哇，猫猫可爱被我传染了，你也会讲哇咦？对，我蛮爱用的。如果常常看我推特的话，应该会看到很常发出惊呼、发出赞叹是哇咦，哇！不过这个门应该是咖啡色哦，比较浅，但也蛮鲜艳的咖啡色，好酷哦！而且这马桶也很干净哎。就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垢，就如果是这种暗红色，或是有其他就是比较暗的颜色的马桶，就有时候就会看到白色的水垢，对，然后就要清它也蛮麻烦的。不过是看起来里面还蛮干净的，真的是蛮厉害，佩服。好，那我们来看它还有第3张，是稍微不同角度哈。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洗手台是有热水的，对不对？有一些那个洗手台会有2个水道头怎么讲啊？反正就水道头啊，水龙头，嘿，对，有一些洗手台会有2个水道头，然后水道头就一个可能就蓝的，一个红的，然后就可以看得出来，其中一个是可以洗热水的，对。不过好像我不知道常用吗？也要看情况啦，对。如果是冬天很怕冷的话，还蛮方便的，对。观察入这是镜子吗？这个有点看不出来，有点像镜子，但又有点不确定。不过就包含整个，哎呦，又选到了是怎样？包含整个马桶跟这整个2面墙跟地板，还有那个洗手台，哇，全都是红的，红世界，感觉我蛮需要的，可以让我整个人大红大紫。感觉可以当拍片场景吗？真的假的？拍片场景感觉蛮适合当密室逃脱的场景就是不知道，感觉密室逃脱的房间不能太正常，要有一点特色，比如说4面全都是红的，感觉就蛮酷的。确实感觉可以，不知道，感觉当拍片场景好像蛮适合，至少那个海报看起来应该也会蛮有冲击力，蛮特别的。确实是个蛮特别的厕所，蛮喜欢的。希望因为现在这种比较让人那个眼睛为之一亮的厕所，尤其是用色比较大胆的厕所，好像越来越少了。蛮希望这间厕所可以保存下来的，对，不然我们以后就只剩下很多千篇一律都是白色的无聊厕所了。我这样直接批评白色厕所很无聊，是不是有点不对啊？对，不过真的蛮酷的，蛮喜欢这种颜色鲜艳的，希望它可以一直保留下去。对，有年代感，维持得很好。对啊，它四面嘛，反正就是各面墙都很干净，然后这整个都维持得状态很良好，真的是蛮佩服的，蛮喜欢。有机会希望可以去看看厕所本人。好，哇，再来是陈火蛇的厕所，哇，好害羞哦，带大家来看看我的厕所。好，那我想想怎么跟大家介绍呢？就是呢，马桶甚至没有打开来拍，哈哈，这样你们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刷干净了，嘿嘿。好，然后这是平板式卫生纸，对，平板式卫生纸。那
为什么平板式卫生纸下面看起来累积了很多那个平板式卫生纸的包装呢？不是因为懒得丢，不是因为懒得丢，不可能懒得丢，因为这边就有垃圾桶，所以不可能懒得丢。作弊吗？讲自己的厕所还好吧？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又没关系。对啊，自己的厕所就可以乱批评，没有问题。好，那这个下面这些那叫什么？没有丢的塑胶包装是拿来做什么的呢？就是我虽然没有拍到哈，不过厕所一定会有水坑，对，就是尤其是有淋浴空间的话，一定会有水坑。然后那个水坑就是水坑中文怎么讲啊？排水口哦，排水口，对。然后那个水坑就是要清嘛，需要把那个卡在那边的头发。哦，是说马桶盖没掀不用刷痕作弊？不是，今天又没有人要打分数，又没有人要看大家够不够干净。我就拍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件事情，对，所以好啦，算作弊。好对，总之就是那个要清水坑的时候需要把头发挖起来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可以直接把它，就是要去清水坑的时候，可以直接把一个卫生纸的空的那个包装拿过去，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包装放在旁边，然后因为那个我们的水坑也是有比较多层过滤的，所以洗的时候要把它拆开来，然后要把它挖开来，然后我们还会留那个就是就是淘汰的牙刷，对，那个已经不拿来刷牙的淘汰的牙刷，对，然后就是会把那个水坑下面的滤网也会把它刷一刷，把灰尘也会有灰尘，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灰尘蛮多的，就是把灰尘跟头发都刷下来，对，然后刷下来之后就可以直接丢这个空的包装里面，然后最后再整包拿去丢垃圾桶，就会比较方便啦，对，所以是故意的，对。然后那个刷过水坑的那个淘汰的牙刷啊，就是如果客人来的时候没有啦，不可以乱讲的，没有那么邪恶，好。然后这边也是经典款的，就是所谓的马桶旁边常常会有的马桶刷以及通马桶的那一只。敢无把猫收集起来？你要买哦，你要买的话，你再跟我说，我再特别帮你留起来，可以吗？好，然后再来是小板凳，对，小板凳，对，小板凳是干嘛的？就是哇，真的要讲吗？好害羞，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个小知识哦，就是其实对人体来说，好像稍微有点蹲着的姿势，其实是比较容易上厕所的。对，就是所以如果有点不通畅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至少把这个小板凳垫在脚上，可以让那个就是腿跟身体的角度比较接近，在蹲厕所会比较通畅一点。对，然后这个红色的是干嘛的？洗猫咪的。这个红色水桶是洗猫咪的，包含这个舀水的，这个叫什么？舀水的这个也是洗猫咪的，然后就是洗猫咪的时候，就是先放热水嘛，就是会在这个红色桶子里面，放，也不是热水，反正就是适合它的温水，对，然后让它就会很紧张的躲在这个马桶后面，对，然后超级讨厌洗澡，它恨透洗澡，对，然后就会非常害怕躲在这边，然后那个厕所门就是关起来，无处可逃，它就会躲在马桶后面，弱小无助的在那边看着这个它等待降临的命运，对，然后这个水好了之后，就可以把猫咪放进来洗一洗，对啊，洗一洗就这样。火车家的猫多久洗一次？有点看，如果没有很臭的话，就会让它久一点再洗，但是通常大概好像1个月到2个月吧，对，1个月到2个月。好像说猫咪其实也不能太常洗澡，对，好像不建议，就是1个月好像已经算极限了，不能再更频繁了。好像说再更频繁的话，就是对它的皮肤其实不太好，对，所以好像不能太常洗它。我们是1个月到2个月洗一次啦。因为它也蛮痛恨洗澡的，所以如果没有太臭的话，会放它一马。对，好，总之就是这样子，应该都有介绍到啦。然后就是放那个嘛，放洗头发的一些其他的卫浴用品的，对，没错。
对啊，不能太常洗，没错没错。像好像听过有一些人是猫咪比较不排斥洗澡的人，好像有一些人会很常洗耶，有那种1个礼拜洗1次的，我也听过。但是1个礼拜1次好像真的有点太多了吼，感觉对猫咪的皮肤好像是不可以啊。但不是我的猫，所以我也没办法。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啊，是木雨男的厕所吗？哦，感谢木雨男的投稿，我们来看看他的厕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吧。哦，他也有这个可以放脚的小板凳，感觉是蛮方便的哦。对，感觉调整姿势的时候蛮方便。哇，原来不是只有我啊，原来不是只有我，太好了。对，然后哦，他这个是马桶刷吗？感觉是像我刚刚说店里的有个挂钩，把它挂比较高吗？有点不确定哦。这个高度感觉有点像把它挂起来，所以它有可能是把马桶刷挂在墙上吗？这样确实不错啊，就可以避免它因为如果是那种直接站立的，我找一下哦，翻一下前面的啊，如果是这种站立的，就是有马桶刷座的，就常常会有一个困扰是它这个座它会积水，对，然后就会觉得有点不卫，不是只有觉得，就是会有一点不卫生，对。我看大家都把马桶盖掀开来，真的耶，大家都很认真的，而且这个也是很白，大家的马桶都很白哦。哦，好啦，我就真的没有想到要掀开，下次一定掀，如果有下次的话。好，总之就是那个马桶刷，如果是放在地上有个宝座的，好像通常就是会积水，会确实好像有点不太，有一点不好。对，所以如果像这样挂起来的话，感觉还蛮不错的。哦，那我突然想通了，所以社畜1号这边没有放马桶刷，是不是因为他也是爱干净，把它挂起来？哎，很有可能哎，很有可能，刚刚没想到。不过确实蛮有道理的。好，然后啊，是比较大包的卫生纸吗？然后一个在下面，一个是备用的啊。对，备用卫生纸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我也有，我上面也有放备用的卫生纸。对，这个确实有时候就是面临急迫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也不一定有办法呼叫别人救援你，确实有一个多一份备用的卫生纸，多一份保障。我觉得这也是生活智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然后这个垃圾桶造型还蛮特别的，比较没有看到这么方正的垃圾桶。简直好像又想要叫陈火蛇出周边了，真的假的？好啦，希望哪一天我够大尾的时候，可以跟塑胶大厂合作，看有没有可能出个宝箱造型的垃圾桶，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其实真的蛮想出的啦，因为是真的蛮酷的。但是那个可能要够大尾，那个量才够，才有办法卖，才有办法做这种周边。好啦，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啦，希望可以啦。好，然后这边是。这是把插座贴起来吗？你家也会放2个卫生纸？对啊，我家也会。我觉得至少会安心很多，不然还蛮容易紧张的。对，好，它是把它贴起来是为了防水吗？哦，也是啦，确实就是在浴室里面用电器，确实是要小心呐，确实是一个要小心的事情。对，然后我来看看啊，偷看一下这个洗手槽，看起来也是有特别刷过，很白，很光亮啊。这是水晶肥皂吗？这个颜色看起来很像水晶肥皂。这边有一个水晶肥皂，但这边看起来有另外一种皂。难道是一个洗手，一个洗东西吗？好像也是有可能。这个感觉是对生活的小细节有比较讲究哦，有特别区分不同肥皂不同用途。感觉还蛮精致的一个厕所。对，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面嘛。另外一面啊，这边是来到洗澡的空间。木鱼家就这样被我看光光，真的耶，我还看那么仔细，感觉好像有点好笑。没事，难道我下次要加注警语吗？就是投稿视同意我直播，这应该不用特别写，我应该要直接写要拿来直播，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啊。好赞哦！来把大家的厕所看光光，其实蛮好玩的。对。这边也有板凳就是如果是要洗头的话，可以坐着洗，确实比较方便，没有错。然后我们还有，这是毛巾吗？还是可以隔开的帘子啊？
有点不确定哦。我知道有一些那个洗澡的帘子，就是也是为了稍微做干湿分离，就是它有个帘子可以往上再挂起来。有一些是这样子，但我有点看不出来，也没有看到挂钩的地方，所以不确定啊。我猜的，乱猜的。哇，然后是沐浴球，沐浴球很赞哎！你们洗澡会用沐浴球吗？我以前都不会用，我以前都不知道沐浴球的美好，直到那个有一天，就是火嫂叫我用用看之后，我才发现，哇，超赞！用沐浴球刷背还蛮舒服的，对，类似沐浴球的纱巾啊，这个吗？这个材质吗？我也觉得看起来很像但我不知道这个用途是什么，我没有用过这个，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但我也确实觉得它的材质跟沐浴球真的蛮像的，对。那就是小推荐一下，没有用过沐浴球的朋友们，不妨试试看。它一颗也没有很贵哦。然后沐浴球怎么用嘞？等一下，我需要教大家沐浴球怎么用吗？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挤那个沐浴乳，然后就拿来刷一刷。对啊，不，挤沐浴乳之后把它搓一搓，有泡泡之后把它拿来刷一刷，拿来刷你的身体，可以入身，还蛮赞的。对，推荐给没试过的朋友，蛮建议试试看。你可以试过之后不喜欢就不要用，但是蛮建议试试看，不然你说不定会错失一个好东西。好，我们来看下一间，感谢木鱼的投稿。我们来看看下一间厕所。沈堂啊，哇，今天有几家沈堂啊？等一下，有怕虫的朋友吗？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有人会怕吗？会怕的话，那个你可以先关画面啊，等一下那个沈堂的本兽看掉，我再叫你回来。好，其实蛮可爱的呢。我好像没有很怕虫，我觉得不是昆虫会怕，但是爬虫类我 OK。沈堂啊，干嘛是糖？它算 reptile。算爬虫类吧，有些人会怕啊，有些人会怕蛇啊，或是怕沈堂啊，也是有，哇，蛮可爱的。这是石头吗？这是他的石头，这是他的床吗？一块黑黑的石头，然后这是他的，哇，这一看就是平板式卫生纸折起来，对吗？画面关掉要怎么叫观众回来啊？就是挂只有声音，然后不要看画面这样子，然后等一下听我的声音叫你回来就可以回来了。啊，不介意哦。好，那我们 take 那个沈堂啊本人以外的部分，我没有想到那个沈堂啊投稿厕所本人会入境，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子。Sorry。好，然后我不知道哪里是厕所啊？哪一个部分是厕所啊？这是洗手台吗？这里是洗手台吗？好，我不知道。这个卫生纸是。难道是在卫生纸上面上厕所，然后上完再包起来吗？不晓得。如果沈堂啊有在聊天室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对，好，这是什么？我没有养过爬虫类，所以这是墓穴吗？还是什么？好吧，总之看起来这可能是他的家，但可能他的家也是他的厕所。哦，安内哦。卫生纸外边都是便所，所以他真正睡觉的地方只有这里，其他地方都是厕所嘛，有点柯南啊。好，哇，蛮酷的，我从来没有看过沈堂啊的厕所，我就有看过猫咪的厕所。感谢沈堂啊的投稿。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伊藤绿茶的厕所。好眼熟哦，这是怎样啊？是怎样啊？这个红色筒子好像在哪里看过哎？这个蓝色的板凳也好像在哪里看过哎？哦对，然后这边还有一根那个刷地板的，不是怎样？这看起来黑黑的，是趁我睡觉的时候爬出来，是趁我睡觉的时候爬出来还不开灯在那边拍吗？哇，是怎样啊？伊藤绿茶。嗨，石头姆晚安，欢迎你来看厕所，看到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粉丝入侵主播家里的最大罪恶绝望事件。好，好，
阿峰敢是阿峰讲，我敢是住伫隔壁，可能是住伫三堵内底啦，我是唔知。好，我们赶快看下一间，我待不下去了。好，然后这边是牛的刀割，唔知道是牛先生还是牛小姐吼。来，我们来鉴赏看看，这样怎么称呼呢？我们来看看牛的扁瘦哦。好，首先这是马桶哦，没有掀马桶盖，但可能别章有吧。哦，没有掀马桶盖啊，我不孤单，太好了，我不孤单。一直很担心绿茶的精神状况，果然变成这样吗？我以为你是先担心我的精神状况，感觉是我的精神状况比较不妙吧。好，那哦，它的垃圾桶是放在这个方向我想一下不过确实，如果大家是用右手清洁的话，好像右手丢这边其实好像蛮顺手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比较常看到大家是放这边，对，但是放这边好像也蛮有道理的。然后他也是把清洁剂直接放在马桶的旁边，这样要清扫的时候感觉比较方便。然后我猜这个应该是通马桶的，那这个可能是刷马桶的，可能吧，可能是这样吧。对，然后哇，这个蛮经典的，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空间可以另外放卫生纸的话，好像确实也蛮常放在马桶的水箱盖上面确实蛮常有可能会这样子的。这个也是我对之前也有住过，就是没有另外放卫生纸的空间，就是没有做那个可以放平板卫生纸的架子的地方，对，那确实那时候就会直接放那个卫生纸放在马桶水箱上面，对。不过为了安心，肯定是要放2包，左边1包，右边1包，这样比较安心。果然真的住在衣柜了吗？对，等一下马上把衣柜丢掉。精神好喊歹，表现伫马桶的艺术啊，是这样子吗？是因为我没有开马桶盖。好，那这边是第1章嘛，我们来看看第2章是洗手台，这洗手台蛮干净的，上面也没有放太多东西，对，然后看起来是清洁用的刷子，那个卫生纸是备用的，旁边的卷筒式没拍到，这个是备用的原来这个是备用的吗？所以旁边还有一个卷筒是完美的被藏住了，所以没有拍到但备用的看起来我懂了，所以就是有卷筒式用卷筒式，然后万一用完了就会用这一包，了解 OK， 然后是洗手槽你也懒得刷马桶，这你唐突承认，天哪！我是没想那么多，我就是单纯的没有打开来。对，我一定不是因为没刷，虽然也没有特别刷。对，该不会大家真的都特别刷然后才投稿吧？这真的是有点太麻烦大家了，真的假的？好哇，这个追康同款的也是这种方形的，那打开来可能里面还有滤网这种的追康，然后这个叫什么？海绵海绵也是拿来刷台面的吗？好像有可能如果是就是不想要留下确实好像是，如果要避免就是把它刮伤的话，好像有一些是会写说一定要用海绵清洁嘛，可能镜子或是台面可能会这样子写洗手台有特别刷过，真的看起来超白的，而且看起来很像刚刷好之后会把东西放在这边放得整整齐齐原来如此，只能夸奖不能挑剔，肯定的，怎么可能挑剔大家的厕所？大家的厕所显然都比我的干净。欧拉夫，嗨，欧拉夫，老爸，欢迎，晚安，欢迎你来。不知道老爸有没有投稿厕所，好像没有。不知道老爸的厕所长什么样子。你刚刚错过了大场面了。好，我们来看第3章是刷地板的刷刷。最看到2个最看到2个，而且就在隔壁好酷哦，为什么会2个直接生在隔壁？等等补档，好。我看那段可不可以剪精华啦？不知道，我再想一下。结果老爸投稿就是我家，完蛋了。结果下次那个开一个投稿，然后每个人都投一模一样的东西过来，想说完蛋，你们是复制人大军啊！原来全部都是开分身在挂台，是不是？天哪！好，要问盖的人
对啊，要问盖的人哦，不知道为什么会盖成这样。哇，这时候可以拿出火蛇最爱的那一句话来对付我了。我帮你打电话去问他。对，可以帮我打电话去问盖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盖。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哎，猜对了，是刷马桶的，这根果然是刷马桶的。然后就是蛮多就是清洁类用品，1、2、3，然后这边应该是另一面吗？这是镜子吗？镜子照出，还是就是里面？看起来是镜子哦，看起来是镜子照到那个洗澡的角落。大家都跟绿茶老师说好，火蛇家旅行团啊。我们首先来到第一站，先来参观我们的衣柜。我们的这个衣柜呢，非常的。我们的这个衣柜呢，也可以作为一个沙包来使用啊。这边为大家每个人发一支刀子哈，我们每个人可以往衣柜里面插一刀。那等一下那个衣柜里面插一刀插下去的时候，如果听到什么声音哈，那个都是那个最精致的声光效果，是我们娱乐的一部分，请大家不要在意。如果流什么其他红色的液体出来，那个是声光效果的一部分，请大家不要在意。对，怎么样？这个旅行团不错吧？海盗木桶吗？差不多，只是可能不会跳出来，会默默的，就是在里面消失。插中了会有人跳出来，没有，插中了会永远跳不出来。好，太可怕了，我们继续。好，是镜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哇，干湿分离，好赞哦！真觉得干湿分离蛮赞的。虽然我这边不是干湿分离，但是。干湿分离真的是，就是洗完澡之后，外面如果需要使用厕所，也会就不会觉得湿湿的，还蛮清爽的，对。不然如果是没有干湿分离的话，就是洗完澡之后，马桶可能还是会淋到一些水珠，对。然后要使用的时候，就多少会有一点点没那么舒适，对。所以真的是不错，好赞，蛮喜欢干湿分离厕所，对。然后这边这个架子感觉也是不能使用太强力的清洁剂呀。如果是使用太强力的清洁剂的话，感觉也是有掉下来的风险呐。本来想要刷完干湿分离的玻璃再拍，但刷完洗手台就累了。哇，原来我这个企划是顺便逼大家打扫厕所吗？原来如此，原来我的企划也就是对大家也是有一点激励的效果就是逼迫大家来大扫除。哇，我突然觉得这个企划变得更有意义嘞，好赞哦，好赞哦！就是这个架子掉下来过原来就是这个吗？哇，那难怪可以在洗澡的时候接住吼，因为就是在同一个空间哇，但感觉还是好危险哦，感觉更危险呢。如果没接到的话，可能就会在你脚边碎掉，哇，太危险了。还好有接到。你妈妈确实问你怎么突然那么勤奋，你怎么跟她讲啊？你跟她说，因为有网络上奇怪的人想要看我们家厕所长怎样，所以我要把它刷干净嘛。会这样说吗？感觉如果是我的话，就会说不要乱拍你的厕所给网络上的人看。但应该还好吧，大家没有拍到什么奇怪的反光，应该是没事。对，但仔细想想，这个企划本身也是蛮怪的原来如此。不过感觉这个莲蓬头挂的蛮高的耶，有一点点难拿，绝对不会跟妈妈承认，太奇怪了。好好笑，感觉妈妈会很紧张。好，这个，不过感觉这个干湿分离的空间也没有到很小，也没有到太小，感觉还不错哦。而且这种感觉，这个空间关起来之后，在里面如果想要唱个歌的话，想要开演唱会的话，感觉那个回音效果可能还不错，感觉蛮适合唱歌的。推荐，感觉蛮赞的厕所。不是蛮赞的厕所，蛮赞的洗澡空间。还有第5章，这是特写那个我们的会掉下来的置物架感觉好危险。不过这是后来是怎么装回去啊？是请那个会施工的人把它弄回去吗？感觉不知道如果是我弄回去，我可能还是会怕的。我胆子蛮小，如果是我装回去之后，我还是会有点怕它掉下来。哇，然后这边也有那个仿佛就是请人装回去的，原来如此。这边也有仿佛就是高级饭店的一条装饰就是打破了这个千篇一律的这个打破了这个叫什么？打破了这个规律性的瓷砖的铺排在这边多加了一个酷炫的装饰。
哇，好像看起来就像是来到了高级饭店一样，有一个度假的心情，更适合在这里面高歌一曲了呢。然后下面的这个黑白瓷砖，在太无聊的时候还可以下西洋棋，可以吗？1、2、3、4、5、6、7啊，不是8格，没有办法，不是8格，没办法下西洋棋，太可惜了，差一点。是怎样啊？好怪的主播，谁会想要在洗澡的时候下西洋棋啊？原来是第一层掉过，所以不敢放太重，所以现在直接留空这样子。原来如此啊，的确会，对啊，会有点怕说，如果再把它装回去，可能就没有办法承受太多重量，就直接不敢放了。不能下西洋棋，你反省啊？不，这显然不是你的问题，显然是施工的人的疏失，这个是厂商的疏失。这个要打去给施工的人抗议，没有啦，开玩笑的。好，我们来看，感谢猫猫卡爱的投稿，对不对？这是你的，对不对？感谢猫猫卡爱的投稿。那我们来看下一间厕所是怎样啊？真的有人给我拍猫咪的厕所？这是猫砂盆吧？旁边甚至还有这个拿来挖猫砂的。对，拿来挖麻酪、拿来挖逼酪的那个，不是，这是，请问这是猫咪的厕所还是你的厕所？阿轰，雷华，嗨，雷华，欢迎你来，晚安，你来看花季的直播啊，欢迎来跟大家一起看看观众朋友们的厕所啊，很猖狂的猫砂，很猖狂吗？还好吧，我觉得普通，是有一点，对，是有点凌乱啦。奇怪，不是应该铺好之后会用那个铲子把它弄平吗？我是会这样子。靠腰，你把小夸起过，无盖好用，真的假的？没有想知道哎。啊，你是上大号还是小号？怎么会想？天哪！可能是鸟仔的厝啊，有道理啦。可能是鸟仔的刀割吼，可能是鸟仔来刀割的。阿峰，解释一下，你哦，小何吼，我不知道啦，我是没有用过啦。对啊，好啦，可能很急的时候会借来用一下，我是不晓得。对，是说最近在努力训练我家的猫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家的猫蛮喜欢吃，就是那叫什么小麦草嘛，是小麦草，就是可以帮助它消化那个草。可是它好像有时候吃了，然后又太激烈运动，然后就会想要吐。对，最近正在努力训练它吐的时候可以吐在猫砂盆里面，很难成功。对，但是有机会逮到它正在吐的时候，会把它抓去猫砂盆，让它在猫砂盆上面吐，会比较好清。还蛮努力想要训练的。就是想要试试看哦，就是想要试看买你啊，还有了解，想试试看吗？好吧，也不是不能理解啦，有实验精神也是 OK， 是也不错，是也不错。对，那可能因为它本来就是要给猫咪用的，不是给人用的，所以可能没那么好用，也是没办法。不是叫叫八行物件，应该不是，因为它吐出来的那个形状都非常的完整，它吐出来的形状超级完整，完全都是没有消化过的那一些草，对。这样给医生看，他就是说，就好像还是正常。对，有拍那个，对，如果家里有猫咪吐的话，就是可以把那个呕吐物的那个形状、整个外观拍下来，这样到时候去看医生才有办法给人家看。对，反正那时候他看就是说好像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就也只能这样子，也没办法阻止他吐。对，所以就好吧，就这样吧。对，是这样子。好，感谢阿轰投稿的猫砂盆。好，不是，这是怎样啊？阿轰啊，这是怎样？电线杆吗？是电线杆吗？刚刚是猫咪厕所，现在是狗狗厕所，是不是？哇，敢讲连这你都捌试过？你有试过这个吗？怕篮球？对啊，这看起来是篮球架呢，不可能在这里上吧？因为有落雨哦，你是讲什么？这是天顶的云在放尿这样子，感觉是会出现在那个很有童趣的绘本，
会出现在童书里面，儿童的想象力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什么意思？所以是什么？天空在尿尿，云在尿尿，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四舍五入也算是一种厕所。好，我们来看有没有别种。哇，宝特瓶啊！哎啊，这个你有试过吗？哦，是安尼哦，因为有落雨，无就不时会有热的水热。是狗狗吗？狗狗的话，感觉有可能哎。狗狗的话，感觉是有可能。哦，哈，好用，好。天顶放一个，不是的，不一样哦，不一样哦，是上咧放啊，是上咧放哎。哦，夭寿。哦，这个好用哦，真的假的？确实啦，就是如果是有听说，如果是有长途驾驶，我没试过，但是有听说，如果是长途驾驶。就是可能是那种开大卡车，就对，遇到塞车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确实是蛮救命的一个稻草。对，与其在车上放一条橡皮筋，不如放一个保特瓶，也许是有用的。有听说，对，确实感觉是大家可能不少人会有这种经验的。哦，也在工地看过吗？工地我就没看过了，工地我就不晓得。小时候也在车上制作过菊花茶，不要把它描述的那么具体好不好？天哪！爱设计别这样啊，笔套的，怎么会？看起来太像是不是？你打开来就知道味道不对了吧？不可能吧？真的假的？好，我还有听说过用手摇杯的，感觉用手摇杯的那个更难关起来感觉那个味道更有可能跑出来那确实还是。宝特瓶可能还是稍微好用一点哦，虽然我好像刚好没有这种经验啊，笔颜色不一样啊，原来如此。我想说，如果是它这个深色的瓶身的话，就也许隔着那个深色的瓶子，可能就会看不出来，是不是？我是不晓得，我也还没有喝过阿比，有机会想喝喝看阿比啊。好，那可能之后如果饮料杂谈的话，可以再来喝喝看。好。还有吗？还有奇怪厕所吗？哇，真的假的？为什么你的厕所都这么困难？好啦，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有过啦，很小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很急，然后刚好被抓去山上爬山的时候有过啦，也就那一次，如此天然，真的有够天然的。哇，真的假的？宇空景安欢迎你来。你是不是换头贴？你好啊，记得要先打个招呼再上啊。对耶，要哦。山上的话要先打个招呼，不然对，不然会冒犯到。确实，对，就是至少要讲一下，就是这真的没办法，就是不好意思，就是真的很没办法，真的需要上一下。抱歉，要啦，是要打个招呼。对，这是这个民俗小知识。对。要小心，对，可能蛮多人不知道的哈。对，感觉大家如果比较没有遇过这种经验，比较少需要在这种地方上的话，也许不知道。没事也不会突然有人讲。你看火蛇的台就可以学到一些有的没有的，虽然是阿杰跟大家补充的啦。对，但是我蹭一下，还真的不知道哈。对啊，我也是觉得可能大家可能就我也是有蛮多事情都是本来不知道。就蛮需要这种在很唐突的时候，刚好有人提到才会知道，真的，对，哇，这个蛮重要的。好，好吧，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也可以啦，也可以。对，避难说不定会用到，确实，大家是确实可以知道一下。对，确实在某些可能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需要。对，的确，请大家记起来。好。没嘞，这今天最后一张嘞。哇，那我们今天这个台还蛮短的。我们这个团，今天这个台好像就开了1个多小时就没了。好，没问题，反正就是第一次办这种鉴赏型的齁，就是可能那个时间抓的比较急，可以再聊天一下，可以啊，来跟大家聊聊，对，就是要再补一下吗？有人要现在临时投吗？死线超人现在想要投，
哇，我把表单关起来了，不然我们就因为那个其实大家投过来的那个表单，那个你们投的名字跟档案传上来之后会另外写一个名字，会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保护大家的个资，就是我还会自己先编辑过再放出来。对，所以好，你要投吗？你要投吗？你放哪里？你放好啦，我表单打开好了，等我一下哦。表单，好，打开。我表单打开了，然后0287可以趁我先跟大家闲聊的时候来投稿一下。好，然后我趁0287还在投稿的时候，跟大家随便聊聊。好的，安可照，确实，安可照，没错，0287是今天的压轴。是压轴吗？好像其实叫大轴，好像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就是压轴其实是倒数第2个表演，大轴才是最后一个表演。对，我听说到是这样子的啦。对，你看，就是在莫名其妙的时候会知道一些莫名其妙的知识，平常没有人讲，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对，就好像有这回事。好，但是我对这个没有特别讲究，也没有特别研究，不是今天的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反正就是第一次办鉴赏哦，应该是还蛮好玩的。对，然后不过好像给大家的时间没有很充分哦。对，那没关系，下次鉴赏，我觉得鉴赏可以直接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常常开的节目，感觉还蛮不错的。对，那我有想了一下，下次可以开的鉴赏主题。对，上次阿轰有建议我可以开那个 Autobike Backdoor 嘛，就是如果有在骑摩托车的朋友，就是摩托车通常可以打开它那个坐垫的下面，坐垫的下面会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空间，对，看那个好像也可以齁，对。不过我今天有想到一个更想要先开的是鉴赏大家的梦境，好怪哦，对，就是请大家用任何的绘图方式，你可以用那个 P 图的齁，或是用手绘的齁，简笔画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可以画大家的梦境出来，来鉴赏看看大家的梦境画面。可能因为前几天画的时候有画了一点超现实主义的，就感觉好像做这个主题也不错啦，也蛮适合，也蛮有趣的。对，虽然好像门槛有点高齁，就是要逼大家画画。对，就像那个这一次逼到大家要刷马桶、刷洗手台一样。对，真的来不及刷玻璃面，很好后悔齁。不也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对，好啦，就这一次逼大家刷厕所，下次逼大家来画画好了。对，如果太少人投稿，我再看怎么办。真的很高，都虐待观众。说到马桶，每家马桶的冲水系统形制不太一样啊，这个我没研究这我真的没有研究这个感觉要有点水电知识啊，有机会我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我又在讲奇怪的，我中文好烂哦。可以再看有没有机会请到水电专业的人来聊聊好了。对，哇，我之前确实在当兵的时候，同梯有一个是水电非常强的，对，他就是他本来就是一直在做水电，然后他好像反正就是蛮强的，对，然后还被班长抓去，就是帮忙处理营区里面的水电，对，说不定有机会也可以找他来聊聊，他台语好像也还不错。对，我很久没跟他联络了，但是他人还蛮 nice 的，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好了啦。梦境无梦者怎么办？哇，对呢，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不太会记得自己梦境的人啊。好啦，好像这个门槛真的有点太高了，我们等大尾一点的时候再来，等我变更大尾的时候再来开这种的。好啦，那我们还是先从大家做得到的机车坐垫下面的空间好啦。好，还是这样吧。因为之前有换过店里的马桶冲水开关，所以这个也是略懂水电啊。好，有机会我也是该来多一点水电知识，在生活上其实真的是蛮方便的啦。对，确实就是有一些水电知识，如果大家就是自己，好像 YouTube 上其实也找得到，现在好像也蛮多，就是教一些水电的小常识，然后可以自己动手修的这种 YouTube 频道，就是有真正的专业的水电师傅来教的，好像也蛮多的。对，所以
就是也可以就是研究一下自己动手来是可以省一些钱，是也不错，是也不错。有机会蛮推荐大家，我记得好像有看到一些是可以顺便学到台语的这种类型的频道也有，自己换灯管、换水龙头，简单处理。对啦，比较简单的真的可以自己来，的确，这也算是生活技能哦。雨空姐没被发现，什么东西没被发现啊？哦，0287上传好了，好，没问题。那我先把表单关起来，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0287的厕所。等我一下。哦，猫猫可爱，很常做梦但不会画画，都是用写的。你会写梦日志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会写梦日志。哦，确实好像，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对这个稍微有点兴趣，也有想过就是在醒来的时候把自己的梦的内容写下来。对，好像说就是练习这样子做的话，会越来越能够记得自己的梦。对，好像还蛮好玩的齁。尤其是像如果就有些人会说那个梦境的内容，可能反映出你当下可能在想的一些事情，或是你最近的一些状态。对，如果可以记得自己的梦的话，也许你就可以拿来做一些事，好像也不错。对，不过我后来是放弃了，因为我是个蛮懒惰的人，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写。好，没被发现换账号了。哦，是棉哦。上一个是雨空景，这个是雨空棉，但是是同一个人，是不是？原来如此。不是聊天室的字在那个后台看起来非常的小，所以那个如果你们有看其他人的台当然或者是看我的台有被叫错名字的吼，这个真的是很难避免。对，这个蛮难避免的。我的街访系列有一个题目是问大家，就是有没有叫错过观众的名字。我发现几乎每个被问到的 VTuber 都有叫错过，然后蛮多人都说，就是因为那个字真的很小，所以真的蛮常会发生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见谅，几乎每天写日记，梦境也写，哇，好赞哦！就是醒着的日记跟梦的日记其实可以一起写哦，有道理。但我确实也曾经有想要写日记啊，我甚至曾经有要拍台语 Vlog， 但是目前暂时搁置。天哪，好混啊！0287有梦到过3-4种死法，我好像比较少梦到自己在梦里死掉的，比较少梦到，好像也是有，但突然要我想，有点想不起来耶。确实感觉那个当下可能会蛮害怕的。锦被叫成棉，棉被叫成锦啊，那个放很小的话，真的是看不太清楚啊。有发过了吗？叫错观众名字？还没，因为我还没剪出来，还没剪。都是梦到差点死掉就醒来，所以每个人的那个不一样哦。有一些人好像就是会梦到要挂掉前一刻但是有一些人是可以梦到已经挂掉了，然后还起来的。对，好像都有，每个人不太一样。然后好像也有人说过什么，你梦到你挂了，你就会真的挂掉之类的，也有人这样说。但是你怎么知道？因为如果真的梦到自己挂掉，然后挂掉了，那你就不会醒来了，你就没办法现身说法了。你怎么知道？没有人知道。好，扯好远哦。那我们来看0287的厕所吧。好紧张，我们来看看0287的厕所长什么样。这些洗儿腾腾啊，刚传上来的。你有梦到自己挂掉的瞬间哦？然后你还是可以醒来，那看来就是梦到你挂掉，不一定会真的挂掉，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你家厕所有刮水器耶。哇，梦到挂掉以后成为灵魂状态，然后看着自己的尸体，真的假的？观众都还没说安口，我以为只有歌回可以在那边安口，这个也要安口，好好笑。好，下次我的鉴赏回就是要准备节目单，然后还要有最后那个安口的环节，是不是？好像可以。下次鉴赏就是鉴赏完大家的，然后再问大家想不想看陈火蛇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请大家安口一下，我再放自己也给大家看。不错，好，学会了，下次一定。没有仪式感，好，你喊一下。大家说不想，那我就关台啊，哪有关系？大家说不想我就关台啊，又不会怎么样。没有看到我的 part 是你们的损失，对不对？又不是我的损失，是你们的损失。
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损失惨重，作肉哎，吼，作肉哎就是芦笋丝。好，我们继续吧。耶，谢谢大家的安可，我们可以来看0287最新上传2025最新力作0287的厕所。梦到过一次挂掉之后极静的感觉，好可怕啊！完蛋了，猫猫可爱被我的冷笑话打倒了吗？天哪，来日方长，你还要忍受的冷笑话很久啊！好，我们来看看，哇，换气的，对不对？这是那个换气的管道嘛，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抽风的扇在里面嘛，抽风的电扇在里面。然后这是贴起来的插座吗？也是为了安全，不要让它进水，所以用胶带贴起来的插座嘛。刚在木语的厕所也有看到类似的哦，感觉应该是这样子。代表室内无窗啊，对耶，哇，好会推理哦。对对对，有需要这个的话，就代表它没有别的窗户哦，所以需要透过这个来换气。有道理。然后马桶，哇，有打开来证明它很干净。哇，敏琪初见安安，欢迎你来，嗨，敏琪。哇，初见就来看我看大家的厕所，好赞哦！印象应该会蛮深刻的。下次我应该会再开其他鉴赏，到时候敏琪也可以来投稿哦。对啊，很讲究呢，有打开来证明有刷干净，然后还有刮水器也感觉蛮赞的。就是也许不能干湿分离，但是至少可以用刮水器在你扫完厕所之后把那个水分弄掉哈，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可以比较快干吧，可以比较快干。不过这个追康怎么在？啊，我知道了，这个追康在这个的下面，是因为它是直接共用一起留下来的吗？之前在当兵的时候，我们营区的厕所，它的洗手台，因为那个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有懂水电的班长，然后就是营区的水电全部都是那个班长在弄，他就是自己去外面买东西回来，然后自己接，还蛮强的，对，然后那个我们营区的厕所，它的洗手台这边水管接下来就没了，它就直接从这边流出来，然后直接流到地板上，那个锥康会接住，对，是这样子的设计，也蛮特别。看起来有浴缸，对，这边看起来有浴缸。大概30分钟后，哦，把插座换掉，贴起来。30分钟后会剩下一点水，是说那个吗？就是把水刮掉之后，然后放30分钟，就只剩一点水，就快干了，是不是？一点进来看到厕所吓到，不是我的标题有写啊，标题有写厕所鉴赏啊。好啦，这个你被吓习惯了就会知道，成火蛇就是这样子，怪怪的人。对，如果你觉得点进来被吓到还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来一点更多的这个沉浸感哈。那个冲个马桶也是轻轻松松。好，那只要你懂水电，水电就会帮你。确实啦，水电你懂水电，你就可以用水电解决生活难题。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下一章。这里是啊，门关起来之后啊，它的阿慧就是遐尼古锥湿湿的，哎呦，熊熊花少学了，我嘛是会歹势呢。很沉静的声音哦，很有沉浸感。好，哇，这个也是除了第一包卫生纸之外，一定要有第二包备用，没有错。这看起来是清洁剂嘛。然后这个看起来是垃圾桶的那个垃圾袋吗？是不是垃圾袋？看起来是就是整卷的，然后就是替换这里的垃圾袋。然后这个位置也蛮经典的吧，就通常就是放这个位置，就是可以不用离开马桶太远，不用把自己弯曲的太过分，就丢得到啊。肥皂，哦，这个是肥皂啊，这个是肥皂啊，原来这是肥皂。还会放换洗衣物哦，有道理有道理。所以如果在这边要洗的时候，就是可以在这边把衣物放在这边，就离那个冲澡的地方比较远一点，比较不会淋湿衣服。的确，这个也是蛮常会有这种困扰的。左边是空气清净机，左边这一台吗？左边哦，这个吗？空气清净剂。就是喷一喷比较香的啊，
基本上不会喷到水哈。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对，距离够远的话，这样放确实比较安全。了解。然后这个水瓢是做什么用的？冲马桶用的吗？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哇，这个是刚刷完吗？这个清洁用手套还在这里，该不会也是刚刷完厕所马上拍？还是这是洗衣服在用的？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确定。然后可以看得到，就是洗手槽也是很白，哦，这看起来就刚刷过呢，看起来就是刚刷过，然后水滴还在，超级干净的。然后这个浴缸该不会也是刚刷过的吧？浴缸也很白欸。这整个瓷砖都蛮白的，好厉害！真的都在虐待观众。哎呀，提早做大扫除吗？就是让那个生活环境变得更干净，不是也很好吗？主播怪怪的，很喜欢关注啊。好感谢你的订阅，真的很怪哦。还有很多更怪的节目等着你来看啊。然后对，那个 shorts 也是蛮精彩的。洗衣服拿洗衣肥皂，不然太伤啊！哦，是因为洗衣肥皂比较伤手，所以要用这个就是保护一下手这样子啊。了解。啊，原来如此。好，那我看一下哦，这一罐偷看一下是什么？哦，草本洗发精，原来如此。基本上不用浴缸，所以那个水瓢啊，洗澡用的，对不对？对，我确实也有在，对，比较传统的洗澡是这样子嘛，就是我不知道啦，我在阿嬷家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对，我在阿嬷家就是拿那个也是那种，就是像我刚刚有一个洗猫的那种红色水桶，反正就是用那个装温水热水，然后拿一个水瓢，然后洗澡就是往自己身上冲，就是蹲着，就蹲在那。然后就用那个水瓢冲身体，是这样子嘛？哎，没错，哇，这个也是经典洗澡，哇，好经典。鉴赏机车车厢，赶快整理车厢；鉴赏梦境，赶快调整精神状态。不，精神状态你不能调整得太整齐呀，你的梦境要精彩一点。好像不能这样讲话哈，不能鼓励大家破坏自己的精神状态，但是可以鼓励大家多看怪怪的 VTuber。你的梦可能就会变得很精彩哦。好，再来一，哇，金色的门把，感觉也是蛮经典款的金色门把。好，这边有个挂钩，不知道是拿来挂什么的。然后这里有电线哦，所以这个镜子是有除雾功能的，对不对？如果有除雾功能的，有时候就需要牵一条电线，然后就是你洗澡的时候打开它。它就不会有雾气，你就比较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帅脸。如果你接下来要洗脸，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长痘痘，观察一下自己的肌肤状况的时候，就蛮好用的。然后啊，对，确实蛮常会这样子，就是有一些那个放莲蓬头的这个地方，有时候做得很高，很不方便，就会需要把它挂在这里，取用的时候才会比较方便。对，确实也蛮常会这样放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哇，这个不是在饭店才有的吗？高级的这个可以直接按出来的。哇，这个我没看到在住家里面，我没有在住家里面看到过哎，好酷哦。哦，金色的是铜的手把，久不清会有铜臭味。哇，这个感觉要蛮常清的，感觉还蛮麻烦的，要维持它。啊，我看到马桶上面也都是水珠了，看起来是刚清完马上拍，好讲究。感谢你呈现你的厕所最美的一面给大家看。不敢用除雾，怕电到。确实感觉蛮多人的除雾功能也不一定有在开，对，的确是。这个也没在用哦，这个感觉实际上用起来，我不知道我知道有一些是那个整个塑胶包装放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头可以接上去的，但好像也有那种是直接隔开两个空间了就可以直接挤进去。可是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旧的不知道有没有用完，但是你一直补新的进去，就会有一种像百年老店的卤味，那个卤汁是一直传承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有点怕，所以可能有些人有这个也不敢用，好像也是蛮合理的。
肥皂在菜瓜布那里，这里吗？啊，这是肥皂，这是肥皂，还有梳子，原来是这样，肥皂、梳子、菜瓜布啊，所以实际上都是用肥皂在洗。哇，好传统哦，好赞哦。对，我在阿嬷家洗澡也是用肥皂跟水瓢跟水桶在洗澡的。好。哦，有看到拔掉的电线啊？对啦，毕竟都贴起来了嘛，所以也没有在用。确实啊，确实感觉是有点危险哦。如果就是也没有特别干湿分离的话，就是这个插上来也是有可能会碰到水的。确实，好像是让人有点怕怕的。好吧，那也没办法，就只好不要用它了。然后哦，这边看到了马桶刷，马桶刷造型感觉蛮酷的啊。我觉得这个造型的很好用就是它有一个弧度，要刷这个，不知道跟我想的是不是同一只，因为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它有个弧度，感觉要刷这种地方的时候，好像比较方便哦，好像比较方便一点。没错，还有地板刷这根吗？这根比较长的，这可能是地板刷。洗澡要传统哦，我们要遵循古法。然后这就是那个，再说一次，台湾人普遍习惯就是这个一定不会湿，这个一定不湿。好赞好赞，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这种的东西怎么可以湿？湿了就会觉得好像心里少一块，就觉得怪怪的。没事干嘛湿它？还有这个水箱盖上面的这个也是，这个也一定要留着。你家也没湿哦？对啊，一定的，一定的，我家也没湿，虽然我没有打开给大家看。好啊，那我们就回到3次房，那我们就0287的厕所我们也看完啦。感谢0287的紧急投稿为大家提供了这个安口的部分，有没有开心？大家有没有开心？我们给那个今天有来投稿的朋友们一个掌声耶！尤其是有蛮多人还为了投稿，还特别把自己的洗手台啊，或者是马桶啊，或者是就是厕所的各个地方刷得很干净，蛮感谢大家就是这么积极的来参与的，这还真是我的荣幸。只要湿了，这个家就不完整了。没错，没错，没错，感觉这个家的一部分就这样子消失了，永远的消失了。对，肯定是不能湿的，肯定是不能湿的。好，那发表一下感言吗？感谢大家今天来投稿，对，蛮有趣的，看看大家的厕所长怎样，好玩好玩。对啊，那个插头看起来很危险的，果然不要插上它比较好，看起来有点就是比较旧哦，可能那个保护的效果可能也比较不够了。对，毕竟防灾士都说了，防灾士 VTuber 都说很危险了，那应该是真的蛮危险，我们要相信他。等一下看回放看大家的厕所，好，没问题，还蛮多蛮精彩的，真的蛮值得大家来鉴赏一下。好，那就很感谢大家，还有蛮多人特意为了我特别刷厕所的哦，或者是对，就是麻烦大家特别去拍厕所，真的是蛮感谢大家热烈的参与。对，那我们就希望下次投稿大家也愿意来参加。对，那下次应该就先募集大家的机车坐垫下面的空间吧。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在骑机车啦，但是就是如果没有机车的话，不然我们那个范围大一点好了啦。机车的坐垫跟那个汽车的后车厢都可以啦，都可以。对，好不好？就是这2种都可以投，都可以投。好，等我开表单，没错，没问题，没问题。晚一点我找个时间就来开表单。对，我可能等一下来一边吃晚餐一边开好了。然后就可以先来长期的募集这个投稿，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好，那就期待看看大家的车里面都装什么东西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厕所鉴赏，很高兴大家来。那我们厕所鉴赏就先到这里。哇，鸟米沟注意要来打扫汽车后车厢了。好，我又在逼大家打扫了，好棒哦！我这个看 V 还可以，就是被督促要打扫，哪里找得到这种主播啊？对不对？好啦，那晚一点呢，晚一点我除了那个表单之外，我先去做一下委托。如果我做得顺利的话，我看看半夜要不要，不是半夜啦，看看比较晚要不要来突发 Zuma 把它玩完。如果我今天没有突发 Zuma 的话，可能就是明天，还蛮想赶快把它玩完的，所以我尽量，对，反正有的话我也会在 DC， 就是跟大家说，对，好，那我们今天
哇，真的假的？后车厢发现有沾了红色颜料的布袋，后车厢发现了M-bit 那个叫什么铲土的那个铲子，还是后车厢发现了麻绳？哇，天哪，是怎样？还有胶带哦，天哪！好啦，来看大家的车厢里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啊？来看看。好，那今天的这个厕所鉴赏，感谢大家的热烈参与。希望我们晚一点，或者是明天可以来玩 Zuma， 喜欢看我玩 Zuma 的可以来。那我们今天的台就到这边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拜拜，拜拜。